來看經過5冬的修復，台鐵的一節線今仔開放專線通車咯。今仔早起，總統賴清德、交通部長陳世凱主持通車典禮，民眾甲店家攏毋茫講臨調甲商機會當趕緊開放。火車自中華離水站起行，等5年的時間，一節線的火車總算閣通車咯。南投車埕車頭邊的店家，前一天就開始無閒，望通車了後，會當帶來臨調。希望越來越好，開20倍有，這就很慘。希望就是景氣好，大家有飯吃啊，能恢復到以前的榮景啊。2、1，請啟動。台鐵一節線6月25恢復專線通車，早起包括總統賴清德、交通部長陳世凱攏有去參加通車典禮。總統佇厝的時陣嘛有講，鐵支路沿線個風景真水，伊攏想要來遮住。總統嘛用台語祝福店家生意愈來愈好。我們要祝福這條鐵路全線通車之後，對我們南投縣的觀光產業可以帶來蓬勃的發展。這一條觀光支線的好朋友。我就是行東西走南北，大家趁錢攏穩當當，大家講好唔好？南投一節線自民國110冬8月，因為大水雨，一節到車埕路段停駛。民國111年，佮因為大水雨還佮地凍，造成崩坑害去，自安的全線攏停駛。經過將近5冬的分段停駛，佮修復，總算恢復通車。重回小時候的回憶，這樣。對，因為之前小時候有搭過，然後睽違好多年，又再度回來。看到周圍的居民，大家都很開心。我們的集集線終於全線通車了。今天6月25號，跟預計的時間提早了2個多月的時間通車。未少沿線民眾佮店家，攏希望一節線會當帶來臨調佮商機，嘛希望今年歇熱旅遊會當帶動當地的觀光。另外，總統賴清德嘛表示，田中支線按算2029年通車，3年後會當來串聯南投佮彰化的交通。記者楊秀南投報道。